今日好開心能夠再一次同大家一齊嚟到分享上帝嘅話語。世界變幻無常，香港過去十幾年都經歷到好多嘅改變嚇。無論在座當中，你嘅喺你個人嘅層面、家庭嘅層面，甚至係我哋教會嘅層面，都感受到呢個嘅改變帶嚟嘅影響。喺呢個動盪不安嘅年代，但係上帝竟然俾我哋全恩堂一份禮物，就係俾我哋一個新嘅地方。呢個係一個改變，係一個機會，但係亦都係一個嘅挑戰，一個信心嘅考驗。你點樣擁抱呢個改變？你點樣睇佢呢？喺你個人層面，可能上帝都為你預備緊一啲嘅改變。可能你面對一啲嘅變數，你驚唔驚呢？你點樣用嗰個態度嚟到處理呢？喺崇拜之前，我同我哋阿 Ruby 傾偈，Ruby 就係剛才領我哋唱詩主席嘅神學生。佢話俾我聽，7月8月佢去日本去有個宣教嘅體驗嚇，翻嚟之後讀完最後一年神學，就會面對一個宣教嘅工場，一個嘅崗位。呢啲嘅變數佢都唔知道。咁你會唔會你遇見咁樣類似嘅情況？你點樣去處理？嗱，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段經文，就係以賽亞書43章。咁我俾一個題目就係上帝與你同去，無論呢條路係點樣樣，上帝與你同去。啊，無論係個人嘅層面、教會嘅層面，我相信呢段經文都會為你帶嚟安慰同埋鼓勵，啊，加添你嘅信心力量，叫你能夠勝過挑戰。或者我哋首先好簡單嘅介紹下以賽亞呢個先知，以賽亞書就係佢寫嘅。咁佢喺公元前739年到公元前681年嗰段時間咧，喺猶大國嚟到侍奉神。嗰陣時已經分開咗以色列北國同埋猶大嘅南國，佢喺南國侍奉神。咁當時嘅猶太人咧係離開神，神就透過先知以賽亞去警告佢哋。咁以賽亞書一方面講到上帝嘅審判同埋懲罰，但另一方面都宣告咗上帝嘅安慰同埋拯救。大家如果你睇過以賽亞書，你都可能會感受到佢好多地方係預言到彌賽亞嘅降臨啊！以賽亞書係舊約裏面最詳細預言彌賽亞降臨嘅書卷。咁而以賽亞書嘅主旨啊，嗰個 theme 咧就係上帝係我哋嘅拯救。咁呢一個嘅呢個 theme 咧就係喺12章2節嗰度講咗出嚟。咁啊，成本以賽亞書呢一節咧係綜合咗佢嘅中心思想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他，並不懼怕，因為耶和華神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詩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當你面對前面嘅變數，面對改變嘅環境嘅時候，記住上帝係你嘅拯救，上帝與你同在。咁我哋今日睇嘅經文啊，Ruby 同我哋讀咗以賽亞書43章1到7節，亦都係跟住呢一個嘅主題，上帝拯救呢個主題嚟到講嘅。嗱，呢段經文之前嘅一段咧，就係42章啊，42章18到25節咧，嗰個信息就完全唔同。嗰個信息咧係上帝嘅審判，上帝嘅懲罰，因為以色列人離開神，所以上帝警告佢哋。但係一講完之後，跟住嚟嘅以賽亞書43章1到7節咧，上帝就即刻一轉，就講到佢嘅安慰同埋拯救。咁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上帝嗰個恩典。我哋犯錯，上帝懲罰審判我哋，但係佢一講完，我哋都未聽完咧，佢就即刻將佢嗰個心意向我哋顯明，佢要拯救我哋，佢要保護我哋。咁我哋每個人喺我哋生命裏面，你都經歷過好多時，我哋犯錯，我哋有意無意嘅離開神。
但係佢慈繩愛索都與我哋同在。咁呢段經文對以色列人係一個好大嘅安慰、鼓勵，對你同我都係咁嘅樣。嗱，我哋首先嚟睇下第一節同埋第二節，一個好豐富嘅兩節經文。但是雅各啊，那創造你的耶和華，以色列啊，那塑造你的主，現在這樣說：不要懼怕，因為我救贖了你，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，你是屬我的。你從水中經過的時候，我必與你同在；你渡過江河的時候，水必不淹沒你。你從火中行走的時候，必不會燒傷，火焰也不會在你身上燒起來。哇！呢個記唔記？上帝俾你嘅應許，無論你經過水，你經過火，我與你同在。你唔好懼怕，因為我救贖咗你，我創造你，我塑造你，我呼召你，你係屬於我。嗱，當我睇段經文嘅時候，我心裏邊有好大嘅感受。有幾個詞句咧係特別值得我哋留意。第一就係創造 created， 第二就係塑造，第三就係救贖，第四就係呼召，第五就係屬我嘅，第六就係同在。咁當我諗翻我自己嘅時候咧，我點樣睇呢幾個字咧？創造就係上帝賜俾你生命，你唔會唔喺度，但係上帝創造你嚇。塑造同創造有啲唔同啊。創造係 created， 上帝講一句話，成個天地都出現嚇。塑造咧係悉心慢慢有計劃、有目的嘅去雕塑、去計劃。當你如果你要素描嚇，或者一幅素描、一幅畫嘅時候咧，塑造。當你做一個雕像嘅時候咧，你要小心去塑造。當你去培育一個人嘅時候咧，你一步一步去培育下，10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呢個塑造。救贖就喺罪裏邊拯救出嚟嚇，叫我哋脫離罪嘅痛苦同埋懲罰。呼召咧，上帝呼召你，分別你為聖，俾你一個美好嘅使命。你係屬於上帝，你嘅身份係屬於上帝。嗱，呢個好勁。君尊嘅祭司，聖潔嘅國度，屬神嘅子民，竟然係你喎！哇！你話似唔似啊？羅牧師，我媽話我着咗龍袍都唔似太子，而家竟然真係太子喎，係咪？君尊嘅祭司，君王祭司嘅身份喺晒嚟嘅同埋上帝與你同在，無論你經過水火你疾病，你生離死別，你破產，你唔夠錢交租，你冇錢買養餸飯，全部上帝都與你同在。呢個係好大嘅恩典。你哋當中有啲人知道，今年6月同埋7月咧，我同太太係放大假，放2個月嘅假期。咁其中一個放假嘅原因咧，就係慶祝我哋畢業工作50週年。我22歲畢業，50年之後，你而家知道我幾多歲？咁嗱，呢50年轉眼間就過咗去，喺度冇辦法想像，真係轉眼間。當我回顧呢個日子咧，我就心裏邊感受到讚美啊！嚇，我諗到過去呢50年真係上帝一步一步嘅帶領我、塑造我。嗱，首先佢尋找我，叫我認識佢；佢救贖我叫我屬於佢；佢呼召我喺我嘅事業到某一個高峰點嘅時候，佢呼召我放低佢，嚟到讀神學，嚟到全時間侍奉佢。咁過去我經歷過人生嘅高同埋低，成功失敗，上帝與我同去感受，我不孤單。弟兄姊妹，呢個我喺我身上真係睇到上帝嗰個應許啊！呢節經文係真實。咁我相信在座你都或多或少因為如果你嘅年紀冇咁大，你嘅可能感受就冇咁多啦嚇。咁但都可以好多。咁其實我哋真係睇到上帝嘅恩典，就係呢段經文所講係冇假。咁第2節提到渡過
江河，當你經過江河、經過火嘅時候，上帝話：我必與你同在，水必不淹沒你。你從火中行走嘅時候都唔會燒傷，火焰都唔會喺你身上燒起來。嗱，呢度講嘅水同埋火係咩嘢咧？嗱，如果你係以色列人，你睇以賽亞書，你可能會諗到啊，我哋過紅海係嘛，就係水啦。但以理俾皇帝放喺個火窯裏邊就係火啦。咁上帝都保護咗佢哋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醒，鼓勵教會喺亂世當中作見證，一定會有苦難。每一個信徒亦都會經歷過痛苦，因為呢個罪惡嘅世代會帶嚟痛苦困難。但係上帝應許與你同在，與你同去。咁第三節咧就提到上帝嘅拯救。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聖者，是你的救贖者。第四節就提到神愛我哋，因為你在眼中非常寶貴和貴重，所以我愛你。你知唔知道我人生就圍繞住個愛字？如果你將個愛攞走嘅話，呢個生命就冇再冇有意義。你一出世就經歷到爸爸媽媽對你愛，你大概咗拍拖就經歷到男女之間嘅愛，到第時你老嘅時候，你嘅仔女照顧你，你就經歷到佢對你嘅愛。佢唔照顧你，你就失落咗，覺得有個失落愛嘅失落。所以呢個愛好緊要。上帝話：我愛你，你喺我眼中看為非常寶貴同埋貴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座每一位，如果你覺得自己唔寶貴，有陣時我哋有啲自卑感，或者太多嘅創傷、太多嘅困難，令到我哋覺得自己唔可愛，我哋自己唔貴重。但你知唔知啊？無論你嘅感覺係點樣樣，你喺上帝眼中都非常之貴重同埋寶貴。上帝愛你到呢個地步咧，佢放低自己嘅生命嚟到買贖你，用佢嘅生命換你嘅生命。咁你話係咪一個咁寶貴嘅愛咧？咁第五節就提到你唔好懼怕，因為我與你同在。呢個世界發生嘅嘢實在令我哋懼怕。我哋上一個月前仲係好擔心全世界嘅關稅，突然間嘣一聲就出現咗中東戰爭啊！咁因為亂上加亂，咁呢個世界會變成點？我哋唔知道啊！咁我有朋友咧就買屋，因為覺得呢個屋價咧應該會跌定咗會升。咁有朋友賣屋喎，因為覺得佢繼續跌落去。咁有啲朋友咧就驚住自己份工作俾AI 取代咗。咁有啲朋友又覺得，哇！中國內地嚟嗰啲尖子咧真係好叻喎，好勤力嘅喎。佢嘅人工咧係我哋4分一，咁遲早我嘅人工都會跌到咁低，因為我點競爭咧咁樣。咁事實上呢個都係一個好真實嘅情況啊。咁好多嘢會令到你驚。咁外圍有嘢驚，裏邊有嘢驚。當你年紀越大嘅時候，你就驚住弊啦。我今日行到好似唔夠氣喎，唔知我係咪有啲唔妥咧咁樣嚇？咁我食飯啊，好似冇胃口喎咁樣。嗱，咁好多嘢驚，咁但係上帝話你唔好懼怕，因為我與你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嘅信息好簡單，係無論你面對嘅環境點樣樣。無論你嘅家庭面對嘅環境點樣樣，你嘅仔女面對嘅環境，無論教會面對嘅環境點樣樣，你都喺上帝嘅擁抱裏邊。上帝與你同在。無論你話我犯咗罪，我不配上帝愛我。猶太人就犯罪啦。以賽亞喺42章最後尾嗰段就警告佢哋，責備佢哋，話要審判佢哋。但跟住嚟咧。上帝又話：你唔好懼怕，我與你同在，我愛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嘅信息好簡單，就係上帝與你同在，上帝與你同去。咁喺第6節同埋第7節咧，上帝應許恢復以色列國。我要對北方說，把他們交出來；又對南方說，不要拘留他們，要為我的眾子從遠方帶回來。把我的女兒從地極領回來，
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召的人，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，是我塑造的，我作成的。嗱，其實以賽亞嘅預言全部應驗晒。以色列人因為離開神，以致亡國亡國咗之後，喺公元前啊，耶穌出世之前580幾年就亡國。咁跟住耶穌出世，佢哋拒絕耶穌，以致佢哋受到個更大嘅苦難。2000年嚟受到好多個逼迫、顛沛流離，而最終最大嘅苦難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俾納粹德國殺咗600萬人。但跟住嚟咧，即係改變。1949年復國，然後1年4次，上帝保護佢哋4次戰爭都贏晒嘅。1956年、1967年、1973年同埋開始嗰陣時1949年都全部贏晒，上帝保護佢。所以今日我睇到中東戰爭，我睇到上帝嘅手仍然係保護佢嘅選民。上帝保護以色列人，上帝都保護你。所以無論你嘅光景點樣樣，無論你點樣離開神，無論你嘅點樣軟弱，你為主做過啲咩嘢，犧牲過啲咩嘢，上帝完全顧念。上帝話我塗抹你嘅過犯，好似厚雲消散。上帝愛你係冇條件嘅愛。嗱，我剛才提到呢段經文嘅主旨係上帝會與你同去，上帝拯救你。咁而第1節同埋第7節咧，都提到上帝係創造我哋，所以上帝對你嘅愛係建基一個根基，一個 foundation， 就係上帝創造你。如果你睇第1章第1節話，但是雅各啊，那創造你的耶和華，以色列啊，那塑造你的主，現在這樣說，創造你的耶和華。而第7節又話，就是所有按我的名被召的，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，是我塑造的。上帝嘅愛係建基喺你嘅，佢對你嘅創造，佢係你嘅創造主。點解你愛你嘅仔女咧？就係因為你生佢哋。民國初年有位女作家叫冰心。如果你好似朱生同我咁嘅年紀，可能知道係邊個嚇？你唔知道都唔好介意嚇。咁佢作咗一篇文章叫《母愛》。咁佢對媽媽話：媽媽，你到底為什麼愛我？媽媽話：不為什麼，只因為你是我的女兒。上帝創造我哋，所以佢愛我哋，佢拯救我哋。而喺第5節咧，就係講出呢一個嘅呢句經文嘅目的，就鼓勵我哋唔好懼怕。你不要懼怕，因為我與你同在。我要把你的後裔從東方領回來，又從西方招聚你。今日嘅以色列就係應驗咗上帝嘅應許。2000幾年前嘅應許竟然能夠應驗。一個亡國咗咁多年、2000幾年嘅國家竟然復。所以無論你嘅環境點樣樣，你唔好掛心，因為上帝與你同在。呢段經文好簡單，但有好多值得我哋反思嘅地方。第一係神創造你。而家呢個世代流行一種叫做個人主義嘅，英文就叫做 individualism。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亦都稱為利己主義，即係對自己有益嘅嘢先做，利好自己嘅主義。咁就係以個人為中心嘅哲學思想，強調人嘅自由，而且着重咧個人嘅利益同埋慾望。以自己為中心。成個宇宙就圍繞我運行，對我好嘅先做，對我唔好就唔做。如果我哋以自己為中心咧，我哋就唔想聽上帝嘅話，就唔願意將我哋嘅生命嘅主權交俾上帝。呢種思想咧係令到我哋唔信耶穌，唔敬拜神。但如果你明白呢個宇宙係上帝所創造，上帝唔單止創造呢個宇宙，佢用每時每刻托住呢個宇宙維持佢嘅運行。如果上帝一縮手咧，成個宇宙就散嘅。當你知道宇宙係上帝所創造同埋維繫嘅話咧，你就唔會信奉個人主義，因為你知道自己其實係冇料，自己唔能夠控制自己。
啊，咁你就會以上帝為中心。嗱，所以從呢個角度嚟去分析咧，個人主義係一個危險嘅思想，因為我哋以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嘅命運，亦都認為冇其他人可以控制我哋。其實整個宇宙，你嘅人生都係上帝所控制掌管之下。所以我哋嘅創造天地嘅主係值得我哋去敬拜。嗱，好可惜，好多基督徒咧話信咗耶穌，話將個生命交俾耶穌，但佢仍然擺脫唔到呢種個人主義嘅影響。佢唔係真正嘅將自己嘅生命交俾上帝。如果你咁嘅話咧，其實你可能唔信耶穌。如果你朝頭早星期日朝頭早起身攰攰地，我又唔返禮拜堂。如果我想去內地旅行，我又唔奉獻。我將自己排第一，教會排第二。嗱，呢個就係個人主義。咁如果你信耶穌，就話你承認耶穌做你個救主，仲承認佢做你生命嘅主，一生帶領你，要放低自己。因為佢創造你，佢愛你，佢拯救你，佢呼召你，所以你將自己交俾佢，係咪？如果你話我信咗耶穌，我洗咗禮，我有全恩堂嘅洗禮證，或者你原本其他教會嘅洗禮證，但你冇真正嘅交俾耶穌嘅話，你仲係奉行緊呢個個人主義嘅話，咁我估你真係翻去，究竟你係咪真係信咗耶穌？你信佢係咪真唔真？因為你信佢，就係佢係你嘅生命嘅主，佢叫你做乜，你就做乜，佢值得你去跟隨。所以基督徒就係耶穌嘅門徒啊嘛。如果你唔係耶穌嘅門徒嘅話，你就冇，其實你未相信神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思想。上帝創造。第二個反思咧，就神愛你。呢位我愛你嘅上帝就好似爸爸媽媽愛仔女一樣，而且仲愛得更加深，因為佢愛到將自己嘅生命擺出嚟，為咗拯救你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，係咪？咁第三點咧，就上帝與你同行。嗱，我同太太喺台灣宣教，見過好多廟宇啊，好多人去拜，台灣好多廟，好多人拜。咁啲人咧就擺得好誠心喺度咁樣咁。咁但係嗰啲廟宇裏邊啲偶像咧，咁啊有好多啦，有媽祖啦、關公啦、玉皇大帝。但係無論啲人點拜咧，呢啲偶像都唔會眨眼，又唔會喐嘅喎，又完全冇反應，好抽離嘅。因為呢啲唔係，呢個唔係神，呢個係假嘅，係偶像，冇生命，更加唔會與你同行，更加唔會與你同去，係咪？但聖經話俾我聽，上帝係時刻與你，每時每刻與你同在。耶穌基督喺升天之前，佢講：話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都賜俾我，所以你哋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。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，我吩咐你們的一切都要教導你，他們遵守。嗱，呢個好榮耀偉大嘅使命，我哋係上帝嘅大使 ambassador， 我哋有權柄，我哋將福音傳開。咁人耶穌冇停喺度，佢話：這樣我就常常與你們同在。呢個常常唔係 often，我間中嚟探下你哋。呢個常常係 always， 我係不脫嘅、不奪嘅，係一路嘅與你同在。直到呢個世代嘅終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你同我出去，我哋有耶穌嘅同在。我哋去邊，耶穌同我哋同在。呢個係咪好奇妙？呢個創天造地嘅真神，榮耀復活嘅主，竟然與你同在，竟然與你同去。你入醫院睇病，施手術嘅時候，耶穌與你同在，係咪？我同太太而家住喺北角大酒店旁邊嗰間大酒店。我平時我舊時做堂主任嗰時候，成日去北角殯儀館。咁不過殯儀館比較貴，嗰啲名人風光大葬咧都喺嗰度。咁啲人誒唔想提呢個大酒店，所以就改咗個名。咁但係對我嚟講係冇問題，
因為我去到邊度，上帝都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上帝與你同在，你又冇咁多避忌啦，係咪？或者你啲旁邊間餐館可能特別平，但係你唔想食，因為太近，係嘛？咁所以，但係你而家唔使驚啦，你自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與你同在係非常之寶貴。咁啊，仲有上帝拯救你，但呢個拯救好奇妙。佢唔單止喺你人生呢個肉身裏面拯救你，譬如如果你柬埔寨俾人捉咗去 KK 園，有人拯救你出嚟，咁你個就好開心啦。咁但係仲有個更深層次嘅拯救，就係永生嘅拯救。啊，你18歲嗰陣時候，你唔會諗到死後嘅永生。啊，你80歲嗰陣時候，你就知道嗰頭近，你就開始諗。咁永生係點樣嘅咧？咁樣，好似我咁嘅年紀咧，永生就越嚟越重要。朱生係咪啊？係咪？朱生可能未到嗰個年紀都唔定啊。咁但係上帝嘅拯救好徹底，唔單止今生拯救你，來生都拯救你。人生就算你活到好似摩西咁，都係120歲，係咪？但係永之後點樣咧？所有歷史上嘅偉大人物，亞歷山大嗰啲秦始皇，嗰啲已經全部過去。但係上帝俾你嘅拯救係永恆。啟示錄21章話：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嘅天地都過去了。我又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那裏發出來說：他要抹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痛苦，因為先前的事都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當你完全依靠神，你知道上帝與你同在，佢創造你，佢愛你，佢與你同行，佢拯救你嘅時候，你就無所懼怕，因為所有嘢已經俾咗你。因為上帝嘅恩典係幾咁奇妙，係咪幾咁值得你去跟隨？好啦，我哋做完咗反思，我哋有一個應用。第一，我哋唔好懼怕。弟兄姊妹，你心裏邊有冇嘢你怕？你係咪怕你嘅財產？如果港紙脫歐，唔知會升定跌？我嘅物業唔知會上定落？我買咗啲股票，唔知會唔會攞咗？我個仔女喺外國讀書，唔知會讀成點？好多樣嘢。AI 會唔會取代咗我嘅工作？但係上帝喺腓立比書提醒我哋，應當毫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，帶住感恩嘅心，將你哋所要嘅話俾神知道，神就賜俾你能夠了解嘅平安，喺耶穌基督裏邊保守你哋嘅心懷意念。唔好懼怕。第二點，回應神嘅愛。咁上帝咁愛你，你點回應呢？剛才我提到，我哋好多時基督徒仲留下一啲個人主義嘅痕跡喺我哋生命裏，唔肯自己完全放低交俾上帝。但呢個上帝其實真係好值得你跟隨。如果你唔誠心誠意、全心跟隨耶穌基督嘅話，你唔會經歷到個豐盛嘅生命。過去嗰50年，我就感受到上帝嘅生命比我生命好豐盛。當我願意放低嘅時候，上帝就俾我更多。過渡差會舊年經過幾年嘅籌備，正式有個差遣嚟，差遣我同教會去，我同太太去。71歲，71歲上帝都用，咁何況你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回應神嘅愛，就將自己完全嘅擺上。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而家活着嘅唔再係我，係基督喺我裏邊活着，而且如今喺肉身活着嘅我，係因為信神嘅兒子而活，信在依靠佢，信服佢，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當你面對呢個創造你、塑造你、愛你、拯救買贖你，俾你有一個君尊祭司嘅名分嘅上帝，俾你有一個榮耀使命嘅上帝，值唔值得你去委身去愛佢？如果你唔跟隨耶穌，唔踏出呢一步，完全嘅信服上帝嘅話咧，你係浪費咗上帝俾你嘅恩典，浪費咗上帝俾你嘅機遇。嗱，剛才提到上帝為全恩堂預備咗一個聚會嘅地點，你有冇諗到？既然
或者你覺得哎呀外邊嘅環境咁惡劣啊，上帝仍然要我踏出去，我哋驚。但我嘅諗法就唔同。當上帝俾你有個改變嘅時候，俾你個機遇嘅時候，你擁抱佢，因為與你同去嘅嗰個係上帝，呢個係上帝嘅禮物。上帝藉着呢一個嘅機會，將全恩堂帶到一個新嘅境界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係真係為呢件事感恩禱告，擁抱佢。喺以賽亞書54章有另外2節嘅經文係好鼓勵我哋。佢話要擴張你帳幕嘅地方，伸展你居所嘅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拉長你嘅繩索，堅固你嘅橛子，因為你要向南向北擴展，你嘅後裔必佔有列國之地，又使荒涼嘅城鎮有人居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覺得你嘅生命唔夠光輝，唔夠燦爛嘅時候，你依靠上帝，上帝會將你嘅生命變得更燦爛。因為上帝要你擴展，上帝要你向南向北伸展，叫你能夠造福社稷，榮神益人，叫荒廢嘅城鎮有人居住。同樣係喺教會嘅層面，上帝都要我哋全恩堂擴展。8年幾喺度，上帝恩待俾我一個新嘅階段，呢個係我好感謝神。咁我希望大家都同樣嘅擁抱佢。我鼓勵大家憑信心把握呢個機會，無論係個人層面、教會嘅層面，都跟隨耶穌經歷上帝俾你嘅帶領祝福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主，我哋感謝你，我哋睇到以賽亞你嘅僕人喺以色列背叛嘅時候警告佢哋，但係同時間就發出呢個安慰嘅話語，鼓勵佢哋，應許上帝拯救佢哋，與佢哋同在。如果今日我哋嚟到你面前，我特別為到在座每一位禱告，或者前邊有變數，前面有困難，但係我心或者我哋心裏邊有掛慮，我求主你嘅靈係充滿每一位，釋放佢哋嘅掛慮，叫佢哋有喜樂跟隨你。我特別紀念到我哋嘅實習生Ruby， 佢喺7月8月去日本，將來翻嚟讀完最後1年，仲有新嘅崗位，佢都係等候緊神。求你帶領佢，求你與佢同去，叫佢嘅心得着安息。我又為到我哋在座當中有疾病嘅，我哋係喺個等候喺一個不穩定嘅情況當中，或者我哋嘅經濟，或者我哋嘅感情，我哋嘅職業有變數嘅，求主你自己叫我哋喺呢個話語裏邊能夠得着激勵，因為你與我哋同在，你慈愛嘅手減輕我哋嘅憂慮重在。我哋祈禱感恩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